OK， 佢頭識個嘢。係啊，各位聽眾，佢在歡迎到嚟時候，因為佢睇實佢知道。佢真係個自敗，等陣個自敗的，等陣，喲，我新的 system 就成嚟看啦，喲 ，OK。係啊，各位聽眾，我在歡迎人到嚟收聽邊個好見節目，這禮拜我錄音就特別，因為我今日要聽嘅故事咧，是人嘅好朋友毛毛菇嘅故事喎，歡迎毛毛菇。耶，大家好，感謝阿John做好啦，嚟啦，我再嚟做新嘅節目嗬。禮拜一擺是 solo 嘅件。對 solo 呢，即係我人是會較風味，其實佢即係成個人攞人個啲拍曲嘅款嘅出來，朋友一齊拍曲嘅款嘅啦。然後等陣我會調你 camera 調個去。走嘢。正手就未有，咁啊去你正手是。對，咪扣啊啦，你正手。我唔知喎，我唔知是你還是我假嘅。我只係驚嘅。然後即係位毛毛菇咧，是話特別嘉賓咯，即係禮拜咧，我咪講嘅故事咧是要出事講家見日節，係個事界愛地佢出嚟，你冇看。即係有人看 ，YouTube 邊有人看人會使到啲 chat room 講話這些，我真係唔知啦，紅險毛毛菇突然到啲邊咧，我見錄音到啲擺字嘅，那如果冇做 trailer 啫，我之前咧想到劍湖就邊話 ，Hello from 劍湖啊，劍湖看到鬼，你看到劍湖係鬼啊，我會記啊，個東西我會記啊誒。OK， 冇打啦雞蛋。劍湖又見啦，嚟是普羅係嘛？我哋然後即毛毛菇我要想問你啦，人小白落菇啊，2007年7月半。哎呦，如果記，2007年啊，菇啊，特別我2014個多到路哦。對，唔該，嗰陣時都冇對嚟嘛。你真係做我都冇得啦，你對啦。點解冇咧想對嘅？你冇咧想對嘅嘛？拍電話冇冇路嘢。即係政府講。姐夫講，自賣的 little ghost。然後所以我2007年已經小白條路啦。人咁樣人確定咁講，細漢講起，這禮拜我哋講嘅這裡打你告訴，細漢你是因為你是往嘅潮州福建嘛。所我每看你，那參掉啦。你是到啲多數家出事嘅咧？你看，對，林北嘅林姑是到多數家出事嘅。OK，所以嗰陣時是Merdeka節到balik啦嚇。OK。本時是到頭邊啊，我切邊切過，แล้ว我本時地鬼啦，地鬼點樣啦嚇，咁嘅冇過啦，但部 OCD 上รู้啊，你看到咧啊大啦嚇，OK，then แล้ว是咯，我就是啲多數下出事嘅囡仔，出嚟就是有攞嚟阿姊，แล้ว我家己一人。แล้วนอนเลยเราไปละนอนเรา講錯講係咩？哇！特別咯，你我就借老婆。冇嘛？佢話老婆就話講講咩啊？我拍戲時候老婆就講咩啊？lose 三百單叫嘅。哦，三百就少，梗係人罵嘅就係香港。負責人嘅年代就是講下啲物件。對咯。然後我 memory 我記憶啊，我記憶裏邊我是 suka abuse insect 嘅人。
記啊，我會記啊。冇辦法咗，就是我冇朋友嘅。我過到你大媽，嗰是大人。你是哪子？我知，樣咪搞話伊樣尋樣嘅 paper doll，嗰收起來嘅。樣幾歲大多隻？伊一個大我4歲，一個大我6歲。所以我人嘅 gap 嘛是白，我當對伊嘅 paper doll，就拍了嘅，當小拍了嘅嚇。比賽，แล้ว我比賽用樣鐵頭樣嘅衫褲，樣嘅 skirt 嗰啲比賽。特別你想，你俾鐵頭？有啦，直接有啦，做sari個，做sari。嚇。แล้ว冇機會，所以 only friends 是教我就是係啲 insect 啦、cockroach 啦、啲國考嘅啦、雞啦、所以你 pets 嗰啲是你想你朋友嗰啲是 pets 啊？對，所以我雞未游水，邊會游水嘅，我哋咪掂呢浪江嘅。你發講過啊？我未記。誒，特別你出事是多，即係多少塊啦？但係係咪酷？只 original 多少塊啦？咁你白波咧？你白波是多少塊啦？我 sorry 啊，8號，淡薄冇效啊。我未記啊。哦，我知我 mother 咧，我 mother 就是本是啲讀 BM 嘅，特別是讀另外一個叫菜園種菜嘅，伊是幫迄邊嘅人。所以我老爸。我唔知喎，佢我係 relative 啊，佢打本有二波本有嘅喎，所以我唔知依個啲得落紅咩啦。哦，特別南西講，伊會放到啲，伊講我使係到啲 clubhouse，所以當佢放到啲 clubhouse，你哋學生放 clubhouse。會使咩？會拎咩東西？冇，伊實在而家 audio 一下咧，係到啲 YouTube audio 咧，係到啲個 house。OK 啊，一男仔那是人話俾每本地啊，你家到這邊個你 YouTube 會 head 出來啊。OK แล้ว咗OK，我老爸呢，伊是隻 transporter 嚟，即是講咱講嘅拖嘅勞力嘅 driver 啦，載貨啦，伊就問走檳城就好，檳城新加坡，所以伊無地方地處為主，伊無地方地處，แล้ว所以伊一個禮拜我係拄到伊一刀，安尼可能佢做工嘛，所以其實講吼，伊會 exist 啦，伊會有地甲伊會無地。對我嚟講，冇講清楚這哦。因為點冇地，所以啲工就俾出國鋪，所以你未必感情冇講就錢咯，計冇面睇見了。伊是細漢個大漢，你細漢個大漢一直人話來本成，你可能點就出國鋪掉。對，伊點就出梅嘅事，好但是。then 到我 memory 就是時時所說，我會記講就是講讀冊入了學堂。我假零，冇食古靈。假零我會記。假零買零，你隻個數你買零數。我買零啊，古靈棍啊。誒，你冇數買零嘅啊？我本冇嘅喎，我本冇啊，我紅字古靈喎，紅字古靈嘅，你知啊？紅字古靈唔是你 condensed milk 未甜啊？condensed milk 好啦，一罐泡嘅啫。冇啦，你唔是甜咩？甜，我是甜，我記是甜。有一間Dutch lady 嘅查某也就一個湯，你罐頭罐嘅啊，唔是你爆泡古靈粉嘅啊？冇食古靈。哇！你你甜未講你係罐頭啊？有罐嘢咩？唔是食葡萄乾啊？葡萄乾我唔食喎。你講你假你零啊？假你紅字古靈啊？我5年級嘅嘅咯。特別大漢未使食古靈咩？大漢未使食零，你是干哪食零啊？你是唔是？你冇食白漢咪嘅？干哪食零？唔是食零是無歹勢，我愛食佢啦，佢就啜啊！縮古靈頭，我愛縮古靈頭個。講你夾咧是，你頭夾去學等我，還是下到厝？有啦，一個我的啲頭啊！哎呦 my god！你退單嚇？唔知
咱囡仔咱就有也一項物件誒，整個咱誒，你家啲嘴嘅手嘅，嘴很個接啦，唔知係咪真頭驚。我係較特別嘅喎，我真垃圾嘅，我感覺到我仲有想起隻魚嘅咋，我也 telephone tape 佢拖等等啊 ，maybe 隻 ruler 那款，แล้ว我黏一半到tower 位，แล้ว個另外一邊冇 expose 出來嘅咯，แล้ว轉加成加一個皮曬你看。你嘴，講嘅喎，啊嘴啊，你叫嚟避是唔是？啊，又嚟避一個喎，特別平我一粒藍尖啦，每成日看係我係叫做屎尿粗，屎尿屎尿啊！嗬，一米花冇米有誒，分做屎尿一碗啊！嗬，特別我記得就是叫我們叫嚟索鼻呢，手捏鼻呢咯，屎尿粗。有寫個啊！我係冇寫伊尖頭狼，特別你真係咧，唔是尖頭狼，伊藍尖狼，特別伊藍面伊一條特別伊鼻到啲黑餅嘛。哦啊！哇！你望試過夾尖夾靠伊講呢？你靠啦！我個做咩？因為我個暑假一邊邊嘅咋，你知我要厲害咋，我要每冚每夾邊夾到可以夾喺邊。你成日做招呼嘅咧，做招呼啊！你咪去辦公啊，嘢去加呀，邊邊。對啦，下邊咪夾本 A 喎。你但是國家危險嘅物件就是我冇辦過外交哦。係咪？哦，嚇！外交本入嚟屌寫個外物件。你交係咩意思？你寫你交嘅物件？冇，即是講我有啊，係你不熟嘅物件。哈。一見海邊，你就搞就冰山。誒，特別好講到，你細漢嘅時啊，你講你佚佗時是家己佚佗嘛？你差唔多俾你金邦啊朋友啊冇？冇唔過我係大蚊嗰邊哦，較濟唔過我 age 啦，可能是個maybe 個6歲可能是啊。我拄到嘅時間咧是讀 secondary school 咧。哦，咁樣大漢，咁樣會聲冇嚇，伊人教我 sister， 人講教咩，所以變到我 ，no like very stupid 啊！啲平家己掠胡，家己講話啊嚇。你細漢嘅時候有蝦米 memory 啊？你會記到啥？就係只趣味加啥物？你會記掉到你頭腦就清楚啥物？他清楚就是冇，你把旁邊識咩？no 啦，咪係啦，冇。OK，華語 of course 有，tapi 做我 trauma 本是有本，係你是較嚴重嘅，係是較嚴重。我唔知，我未記，我唔知把 share 過到一邊冇啦。你等陣流浪會使聽看，你看是算 abuse。但你不 share 到係正歡喜嘅，講嘅有歡喜，精彩，參㗎啦，參羅只，這是毛句告訴歡喜嘅，無歡喜冇人講嘅。對，แล้ว歡喜比較就是本是加係你insect 晒你 animal 嗰啲咯，because 我今日對人就是我係 friend 咯，嚟有半時間嘅咯。like evening 可能是我到去掠微博咯。哦，嚇，所以 morning 嘅時雞蛋啊，我就係叫雞夾雞啲頭啊咯。叫雞啊，細漢就叫。咧落海時嚇叫雞，落海時我就係叫鴨咯嚇。哇！細漢就叫雞叫鴨啊，就是呀，就是人哋講，然後有卡啦，三位物件就是雞西那邊會。有一種 insect 叫拖狗，或者你係咪嚟？雞西裏面
啊，給使哦，伊是食會使嘅吼，伊係咧。啊呀，伊是嗰啲當味道咯，伊做一粒一粒，變咗一粒安尼，塞，伊使做一粒。啊，對，哦，對，哈，伊只一種嘅菇你看啊，伊唔是菇嚟，安尼阿妹家隻上個，叫咩叫咩 cockroach 啊，จังกลิก哦，OK，แล้วอี頭整線菇到成個 alien 你看呢 ，because 有一個 fork，嗰是 spade，你看呢咪叫 哦呀，อี like lobster，對，哈，對，佢哋叫拖膠咯，拖膠，哦，拖開膠，拖開膠，所以我就暑假掠伊嚟鐵佗咯，แล้ว唔知咧，我咪都陣講到。鐵佗幾晒，你鐵佗你有幾晒味哦？有啦，好多好啲喏，但是我會掠伊。你攞自己嚇，按照有幾即係咁幫嘅機，可能是。yes，because 我大角頭經，按做叫啦，corner house，角頭經嘅厝，對，所以我有land啲邊啊，哦，所以你冇自己。有飼雞，有飼鴨，有飼虎。特別有時人可能伊雞嘅鴨時人是所走咧無落掉，無落掉，伊用家己嘅厝嘅。哦，特別伊無講只一隻啦，就話幾隻就十隻。7-8隻咯，7-8隻咯。然後有雞驚時冇歡喜咯，有鴨驚時冇歡喜咯。我會記就是我係虎第隻鴨啦。外湖古早那麼看貓咪係這數啊，然後點我去找一個上班囝細隻，家己做嘅抓子嘅，然後外湖困喺那邊。你當然做貓咪啦，然後伊背啲阿妹就啪，I'm feel so happy。然後這些就是我嘅。經驗嗰另外一個就是我發覺只暑假逼我去陽光徑做咩 ？Every Friday 陽光啊？冇，你使講伊是去做 helper assistant 啊，你講。然後我就對伊去嘅，我就係對伊去嘅，唔知係咩事。然後我厝頭前有一間啦，แล้ว叫尾本是伊家己講買去啦，騙人嘅啦，咪或者借物件啦。然後我就是參迄大人，大家都去邊邊嘅咯。哦，所以你只少上班會嘅，你嘅朋友咧，佢就是參大人。No，冇，真少嘅。even 我 cousin brother 咪甲我伊，唔過伊大漢過我，然後，按照講啊，古早伊較冇使嘅，所以伊冇咪暑假參我人，根本對我人。so shallow。我講你淨塔登冷車，唔係叫你參你啊？唔係，我咁話掉佢，我就咪穿 singlet，แล้ว我個即係奶嘴啊，個領頭邊條係 jazz 會，要出名哦，你會笑影哦，個領頭嘅。你啦，你有你，有隻隻通看到嘅喎，唔使。有見到我係就變咗學嘅 logo 就就明。Oh my god！放到啲人嘅即係 YouTube 嘅thumbnail嚟嘛？唔係啦 ，abuse 啫。然後拍嘅，係咪嚟？我講拍嘅咯。唔係啦。continue。你等嚇了。你等你舊家，你講你個零頭只個誤會，你會記到後尾一道特別，我記我先係時我有記，我媽學我黑格我個零頭記，你看你成日做儀式，你看就講你記到你個零頭嗰時 ，OK， 當買啊無數個零頭啊，當見有黑格去安尼，แล้วรู้你看你係了，我冇過嗰啲 ceremony 哦。แล้วลูกกี่ลูกเฮาลูกไม่บ่จะกูลิงเฮา我冇誒，我媽的有啦，對有效啦。我媽的
actually 我你检定考是试，检定考試時唔使啫嚇。檢定考試嘅時，有陣時，我冇得點掉喂，你一講我碰記起，我家己碰記起，所以 I know 我會知樣 throw away，你 throw away，所以如果我頭聽到我老爸講嘛，哎呀，大漢那個食這個物件，大漢那個食這個物件，可是我唔知咧，我感覺我發得冇說話咯。你感覺到啦，但我你知內知，你感覺到你包笑。我哋一樣啥 princess 咁樣呢？我冇，我唔使，我行咯嗬，我唔在路啦仲，負責細漢嘅事啦，咱行咯。我係感覺到我手冇swing。就麥精嘅可能，但係啦 minimum 啦，可能，佢真冇，就我行咯，我手跌跌成個 zombie 可能。แล้วว่าฟาเดอร์ตัว看到我會記起一名就是 evening 嘅可能，แล้ว一看到我很驚咯，แล้ว對嚟隻巴貝哇好死啊喎，電腦啲餅單話啦喎，所以唔知咧，我感覺到好真係 guilty 嘅啦。咩事？做咩事？因為你講到驚咯，冇查波興嘅你可能。查波興驚咯，超冇電燈嘅咩？我唔知喎啦，唔會得。我只就查波興，我驚我超時就成掉班嘅咧。我冇感覺掉你，所以我掉班底喎。OK， 所以巴就較老頭腦啊，這種較鹹嘅講哇喂，後生咗行路成個查波興嘅，你可能就對人班底咯。咱行路比賽夾龍牌啫。特別剛行แล้วว่าจะ掉一步咯，頭一擺是掉啊咯，哇，我記記。即係哇，所以你咪是真係陰影咯，你看就做你冇加動點㗎，48了19了，你看咱個會記個。啊你只想，你看想只前面嘅你即根本見到你都冇去想過，你行落安怎款嘅，然後方向學你爸母你看你爸是你媽，你看嚟對咩路嗬，你都冇就是你自己唔是講到底愛做什麼嘛嗬。แล้ว你感覺到這影響到你大，你冇咁大個，即係冇咁大。係咪講？是有感覺到講。我對伊嘅，是你幾歲啊？你啊，你幾歲啊？是，伊嚟看錯路是。我 from standard 4，定 standard 4都 start 了。所以就是有原因嘅啊，即是上冊嘅頭即是講頭前嘅 story 呢，頭一擺呢，接落去更加添了。伊按照講啊。伊會用伊個話啦，伊用伊話想講，好像是會是咯，電話較好，就是對。有當時啊，老人嗬，因為老頭嗱，有當時個未曉哦，無 education 無阿咪嗬 ，about 人講 sexuality 嘅時候，可能物件是，所以伊人教就是伊人會曉安怎，叫來挖立路、活路，甲你講我，可能就是伊人會會教好路做好，伊人心是想講要做好路。做路即係變大波人啊，是咪啦？ Yes。特別做到是只上人啊。我感覺就講，伊無 proper 去教人哦。我感覺到伊無 proper 去教我，袂使響對阿姊響行咯。袂使夾掉物件，行咯。行咯，較去剛剛一直就無，一頭講，就是想講你有人就是你講啦，想講是因家己就是主人的嘛，家己按照你無你看活路對後路都對去主人嘅，你就話很想。所以伊想講聽change。對，就是佢個老頭腦成個滑路啊、爬路啊，你看就是做嘅。你路嘅咧？你想講哇，就是冇計個 situation even worse。我卡了，我冇做，我冇可以看到我行路了，嗰陣時，我看到伊，我係種騎掉啲啲。OK， 你是驚講定到唔知個唔，要佢講，伊冇佢講，伊是講，伊是安怎教路咧？我係就是香港咯，伊講。
你唔通甲我行咯，安尼看，安尼咯。你说你唔知講安怎加本啊？我唔知啊，哦，我會曉這樣嚇，咧，了電腦，我真係驚看到伊，我驚咯。But 唔知個另外啲other way 個在有 leakage，找 information 出來，我去 modify 我卡車，上架 pony 安尼款，隨嘢有 ribbon 呢。哦，你去到去做，你去做是去點嘅？No, because my mother 是車衫嘅人啊，伊是車，就是伊是車 bride，哦 ，OK，แล้ว伊車 bride 咧，我就哇，sweet 咯，แล้ว伊 bride 係你 bride 嗬，我幫佢頭殼頂嘅就，正常冇呢嚇，once 啊。แล้ว我嘛都成村成借迄個緊嗰啲啊，即係屬於 lace，啊，反正物件。哦，我去白啲，我係車有嘢喎，我卡車有嘢喎。แล้ว我感覺到我大妹妹咧一背咧，哇，so beautiful。哎呦，跑啊姐仲跑啊姐，水慢嚟看又見。แล้ว哇！這裡我跟你講，我卡車冇呀。哎呦，這時候你爸看到啦。誒，特別了你嘛冇插啦，你嘛。我嘛冇插。了你知咧？你知冇插？伊冇插本嚟，伊樣家己物件。OK，即是你爸對嚟是，所以你咪是只冇數格，你爸對嚟有動靜。Yes，有迄個感覺的，有迄個感覺，有迄個 feeling。Then 就落去。OK 咯，卡車冇去咯，卡車冇去了，有較激心了，因為即幾歲嘅事噶？I think 5年級了，我考車了咯，了你知我 punishment 是係咩哦？伊冇講卡車，我真啲水安尼這裡，伊冇用安尼款嚟 point 嚟明，伊講我冇讀車。伊講我冇讀車，แล้ว伊就發我徛到迄個摩羯那邊位。I feel so like 徛到摩羯那邊啊，迄個絲絲格格嘅摩羯那邊。咱定嗰個頭殼是摩羯嘅嘛，對唔對？แล้ว咱定我細下，咱嘅腳就 in that 迄個 box 那邊嘛，迄一格那邊嘛。伊叫我徛喺那邊，袂使搖發展咧，反正意思啦。所以伊是模式安尼寫，還是安尼成個大，哦大地成個大數安尼安尼咧。yes，十寸拍十寸咧。安尼安尼嚇。OK，所以說你寫一格啦物件，就別使點打多厝啦。了，對，啲厝內邊位，了愛背冊，了我會記副本華語是有司馬光嘅，我只杜蘭爾個東西。哦，司馬光是唔是講把刀落硬嘅？對啦，你叫我背你個書咗，I feel like，我考冊冇考司馬光嘅嘛，司馬光嘅用意是講，伊嘅班代，伊嘅 smart，夠勁伊嘅經過是安怎款嘛，你慢那有，伊叫我背伊嘅考書，然後我背未出唔要緊，掉了，幾那條，然後從此以後。我都愛，你唔知記哦，咱考冊5年級檢定考試時，咱都有報紙嘅，報紙出字啊 Q&A，光華甚至你唔記唔記嘅報紙，我都愛加嘅啦出來，然後我都愛做嘅了。你成個伊個咧成個 trial 嘅 question 嘅款是？對 ，yes 啊，我都愛做，做我會見咯，但是我會見，我會盡啊見。不然我冇時間去。แล้วลูกกับลูกไม่你กับลูก爸感情唔講就好咯。特別ลูกกับลูก爸嘅餅嘅出來人嘅感情 OK 哦。No，啊，這個另外一個故事。哎呦，這係速度啊！即是，特別是你佢กับลูก爸佢嘅口講冇講就錢啊。ลูก爸有兄弟啊，姊妹哦。我爸有兄弟，我只係堂哥。哦，我真係堂哥對，四個堂哥，四個堂哥，特別你有冇錢？當然冇。After 我 father pass away，我人都冇錢了誒。
哦，哇，我暫時為咗愛搶我過去，呀，有時我 father pass away，แล้ว我 father 是 major income 嘅嘛，我家人嘛，แล้ว依度รู้ใจกูใจ人就是ไอ้大伯家買查某囝嘅嘛，maybe 我這邊嘅本是我可能想法啦，แล้ว依度教我問佢講。如是未去這個物件，我假如也對去吃，繼續講，你知哦，我係白啦，我係啦，แล้ว我媽得就是唔好嘅嘛，แล้ว小妹我會去小妹 ，Oh my God，小妹家陣食啦，愛搶，所以你白被搶入對去，你是後生，所以講你未啦，有時都生都搶我回去做乜啫？哦，原來對，所以我看過伊人嘅唔過我在伊人嘅 lifestyle 是安怎呢？8點愛看 RTM 嘅新聞，แล้ว9點就愛去困了。我未曉呢 ，not me， kill me。這個要注意講兩層嗰啲。這是 after 啦，1989年，所以成個是人嘅 form 1或 form 2，我係 form 1，你係 form 2。form 3咯，應該是。哦，你冇 remove 嘛 ，right？ 我冇 remove 嘛。嗰時我 remove， 我6年級是90不，6年級是86年嘛。對，我88年是 remove。OK， 我87年 remove。แล้ว嗱，咱講到底這裡，咁啊，咱講盡量我個一個人 share 就是，考了5年級電影考試，噔，然後冇人一個月嘅房間咯，叫大房間嘛。對，我頂時我咪講起呢，你記得大房間是房只1禮拜嘛，唔係12禮拜是幾啊？哦，4禮拜5禮拜咧。咪冇啦，佢等過，4個禮拜已經是第了誒，我會記。點解佢一個佢等過？較早時，咱較早時，較細漢時，以前放什麼12禮拜什麼嘢，就等。12啊，7禮拜，8禮拜，我即係等，我係 long holiday 啦，long school holiday。所以 that time 時，我同佢，我係8歲嘅同佢啦，我哋時候講，我 father 愛幫我入去誒可能 situation。我明白了。就是講你爸，我爸度坐我去對車，對伊換車。對伊車出車啦，即是 before 佢過身時啊，伊特別伊是房間時就講來個我做隻去係了，係你經驗就係。都那麼行到5年級嘅房間是真係歡喜嘅，冇條數。然後到6年級嘅時，咱針去6年級嘅大房間啦。好一年嘅時，我感覺就講哇，我物件變個了去。我有一個 trip， 我係記is on the way from Penang 去 Terengganu。แล้ว車羅里嘅大鏡破去，所以係12月 monsoon，所以係 heavy rain，真係加了本。แล้ว有陣係羅里就是頭等嘅嘛，紅色嘅嘛，你記哦？記。แล้ว大鏡破去啊咯，แล้ว我 driver 冇穿 raincoat 啲那邊咯，แล้ว我安怎呢？我冇通行嘛。cubicle 阿妹會淡嘅嘛，所以伊度幫我到另外一隻車。不等伊 friend 嘅車，所以但我看伊人是 nearly 20 or 30年。OK， 3個人，3個大波。我都冇去咯。Oh my god！yang laksak lu yang 勒索我，安尼簡單，冇勒索我啦。yang做咩lu講？所以yang係啊 ，OK， 他是如果佢咧12歲咯，呀啦，我啲車，我真係點咩，但是我係咪未曉嘅。然後我到去車了。
唔會有curtain嘅嘛，內邊有curtain嘅嘛，伊 cubicle 有curtain 有 double deck 嘅嘛，然後一人就講係你物件咯，拍最清嘅物件咯，然後未殺過，但是未殺過，但係啲講下物件，講查某物件，然後安怎做，然後我見到淡薄冇爽，唔是未曉啦，是感覺就講。安怎奇怪嘅，佢講下物件，你看，然後一樣都是嗰啲一隻路一樣都 stop one side，然後是啲山頂位，我係記是山頂嘅，然後感覺到安怎邊有風燈嘅山水，山水啊叫山水啊，waterfall，然後咁哇水咯，然後我咪接起我冇叫人哥哥嘛，哥哥係使我係使騎嘅，騎啦。你偷手偷架了，แล้ว冇去想物件，แล้ว冇偷貴啊，把你動走出來啊，冇走去咯，然後冇去掠湖咯，แล้ว哇，我做件做先，砰，哇，那邊10幾個查甫，哦，แล้ว樣本落去了，我靠，你有隻怪 happening，is not happening 啦。但係本是流跡啦，特別係邊意思？係邊時係咩 cruising 嘅 spot 嚟啊？你是then 怪咯，係咯，怪咯。你我特別你講一樣特啲車，還是個講雜話？啲車是 after that on the way 10號了。即是講一樣好我明白，就係一個 introduction，好我講你看係啦。something like that 啦，我冇明白嗰陣時，然後我祈求啦，嗰陣時講，你入你超嚟，然後到啲車那邊咧，車那邊，啲車那邊咧，一路都換車，對啊 ，on the way back to Penang 咯，然後到搖歪超，搖歪超，你超有人動人好，對 ，Oh my God，然後。แล้วว่า child abuse 啊，即 sexual abuse 了。แล้วว่า咁啊屌，但是咁啊，安怎有咱做手工嘅事，你講走出來。安怎有出講 ？OK， censored。Oh my god！我到對嚟了 ，OK， 即係對嚟了，แล้ว我教我發得講，我教我發得講，แล้ว我發得冇相信。然後我就感覺到，我就笑起來，特別你感覺到是奇怪呀，你冇感覺到咁歹勢係咪物件？你感覺你白講。冇，我感覺到奇怪。我感覺你未曉啦，見哪呢？未曉，你未曉個。我冇 friend，冇人教我本 ，actually 冇人教我本。你當叫其實細漢。頂到嘅12歲，見到個動機12歲，見到是真正冇想嘅。你頭腦就簡單嘅事，然後冇 expose 你頂就。人後面，對，人後面。然後แล้ว remove แล้ว係去你啦，啥想講，想有人想有蝦米？做你時候有陰影嘅係咪啊？係你經驗，還是你直頭唔對上唔順啊？我唔知喎，我今日就講嗬，我唔知，我唔知這裡是到落 starting point，到這裡就是這裡嚟 burn 嘅時候，我嗰陣時對嚟了老爸看 burn 嘅時候，我會較 focus on 打波。是不是？所以你要幫我看啦，甚戲啊！你嗰時你對了看，一知啊，我是頭看。我啲樓梯嘅頭音頭看。哈！看上面 video tape 嘅是出嚟。對 VCR。OK。VCR แล้วแล้ว即係娃娃幾部，佢聽過 recording 咩？
有啊 special 嘅嘛，其實是話人後尾你問講啊，或者是後尾錄啊 view 係嘛？對，阿你話嗰時係搞錄嘅啊，成日嚟講你。冇，嗰時一禮拜咧是我是想講，我是想到講，我幾個人我要找到上要甲要 directly interview 嘅，就講唔是平常時錄音唔是吼，然後較 private 淡薄嘅 conversation，成講咱會使拍殼嚟款講嘛，然後我再毛毛估伊個伊個經驗啊，伊個故事是真好聽嘛，所以我問伊看，然後叫喲，哇，真好啊！佢講哇，我得來，我是實在講，我這禮拜都我無做工，我幾點較閒，幾點錄音是較閒咯，所以召伊起來，現時講 OK 啊喎，所以咪當伊起來講咯，當伊講到這物件是人定到是冇聽過，我個記都唔知誒物件咋，所以แล้ว after 過一時，你講安怎？真係 strong，還是起到自己想。爽什麼意思？即是講突然就想到立場OK，แล้ว上半咯，個處個 playboy 嘛，OK，特別 playboy 有立場看咩？哇，佢是看包嚟啊！嚇，冇繪本尺喎，我知啦，特別要看立場嘅咩？唔是。有啦，立場獨條嘅嘛。OK。翕甲真啊水真 clear，無空快掉嘅啦。我同你講 ，Oh my God！我個白，我個字我也舊衣貼落張白去杜頂位抄落來看嗰個。哎呀，歹勢咯，講嚟下物件。唔要緊啊，細行之類嚇。你so แล้วฮัสซี่คีแล้วตัวฮัสซี่คีแบบ because 是本時都變對大是嘛是13歲對唔對？13歲。so 你是對大是還是你是個會曉那款的物件啦。so 你安怎你感覺到還是你是人講你在有人是想我想的是我是感覺到講我直直成個。我未曉咧 sex 物件咪本特別，我哋是想講，你嚇，我想 question 啊，係咪咩？你咪梅話？哦，是我咪梅咯。我你還是其實你想講，哇！我感覺到我等想對打波有興趣，特別你感覺到，哎呀，這是未使做物件，你感覺到成個內疚是無應該做嘅物件，會驚你看路人你看你想法咯。冇，你就哎呀，就立場啊，難啊！因為我當時你記得嘛？我同你講，when 我教我 father complain 嘅時，伊講 no such thing，冇呢條數。嚇，對，因為上線路個伊你攞你嘅朋友啊，對啊，了，伊總是一做下面物件，一般你說我有好本好，伊無解釋。冇解釋嚇，伊冇解釋嘅是擺互我聽，哦 ，this is wrong，that is wrong。OK，伊冇講啊，所以你唔知，你冇接掉這個 idea 咋？對嚇，我就是順條行了 ，OK 啦，my curious 呢隻啦，my curious 呢隻啦，我就變到講，今日就講，我主要是甲看，你阿妹看咩？啊，你是講看啦，什麼？是看打波什麼？咖喱，你還是你咪是，還是會想應該是有機會拄到別你打波嘅朋友啊？冇啊，冇半個，未必人冇講起嘅是未曉過，未必係。唔過我是華小生啊，我感覺到是較保守啦。OK，對，然後上擺我本是甲 friend 學嘅啦。กับ friend โอพี่เราไปกายแล้ว你巴噶กา咩講啊？你講淡薄我聽冇咩明白。我就是我講唔出啦，得會開啦，梗係啲你是講咩？你是咩拍超情嘅？拍情OK，咩？所以幾回事事 remove 13歲啊，
即是你巴架啦，即是 OK， 所以成個咧老頭腦都成日看到，I mean 個 OK 嘛，個 sex education 喎。冇我感覺啲 education 真差，我教人個比我好。了，小到對啦，動劍啦，了，動劍啦。我冇一頭，我出來人唔係教我講過，可能物件我就不知自己去，嗌啲個朋友講嘅上面嘅學掉嘅，就大漢。我今日對個朋友較爽咯，就係較爽，較無呢尷尬係哦，較無呢。冇呢 stress 咯，就係嚇。冇啦，還是你把個 game 嘅時候變做你較 stress 咯，你把 game 啊嘛。別出得亂做。這邊個評論來一起上咧，哎呦，丟咯。然後 OK 算了，唔要緊啦，這我不敢話就講 maybe 伊用伊話，有自己嘅想法啦。但是我本未 read 伊啦，未 read 伊唔係講按照嚟分析，是唔是唔過我好無交朋友，無參着人。對內他 check 就是對內 check 把旁邊啊，都對去搞外拍講所以我感覺就少我無朋友啦，嗰陣時我無朋友，then 到慢慢行過去啊，我本接受啊，行介了物件，等到依家89年嘅時，我想我去訪問啊，我真歡喜，馬來在。半暝3點我聽到出來到電話響，嗰陣時就是我咪得去接電話，然後紅磡就講，老爸出事了，發為浪車第上班啊，我會記，我應該是一擺我學到一句成語就是四輪朝天。四輪朝天的意思就是講，伊個蘿莉一頭向厝頂嘅，佢一頭邊過來，伊個臉是向天嘅。Yes，四輪朝天，我一句話我會記。然後嗰陣時我都細漢個未曉，還未叫佢哋 license，佢哋門就還未叫 license，driving license，佢哋我 elder sister 有咧，教我 mother，然後就打錯兩人4點幾。3點幾5點幾，到 pick up 介了物件入車，然後換隻波頓1點3，就就起個一波啦。然後起個一波啦，就是佢一波有外白咯，地平咯，然後個再食啦半，然後個再 from 一波落到Seremban咯。然後 when that time。看到老爸時，你 Seremban 是冇出來人啦 ，Seremban 是到浪車所在。對，下冇嘅啦，浪車冇，就是入 GH 咯，入 GH 啦。你爸去過 Seremban GH？ 不去過，我只有把對呢。我最近我個去咧，喂，定住我最近講到這邊。OK。然後我冇大陸官處大2個月有啊。佢我係照顧我係老爸，尋晚問得，我未使本身，我未使是人home alone。你冇搭車，冇去過等，冇去，冇去，作2個月、3個月，你講愛去時間，我真歡喜啊！嗰陣時，哇！啲落官處嘅時，哇！嗰陣時我就俾英國中啦，哇！我又歡喜咯。做樂官啊，非常個掉。我做樂官啊！我就排試，但是我真排試，排到冇人。我會去偷看人嘅，人洗下嘴。我係去偷影冇事做啊，然後去。冇，就把冇影冇事做掉。然後就把是冇影，就把小影。就把小影啦，對啦。冇唔過，你大啲落官處咧，啲大啲落官處，以後你一個房間，但係我感覺到真好喺啲房間，真係多人困喺入邊。第二幫手，介啦啲參嘅啦。第二幫手，介啦啲被 share food，我感覺到 that moment 是真係歡喜嘅事。加人嘅故事。你是講成個你去個人，
了伊人muốn個人，所以你出來人唔是你病人啦，係你出來人，咁樣就參咗隻誒啦，對，咁樣做七超，然後就朋友見嘅款，好啦咁樣做朋友，然後你冇物件食啊，我人有物件食就好你食，好當時根本阿拉爸比冇人去了，แล้วจะหอย咯แล้วก็MS อุลกะลำคุณแล้วว่าจะมีคุณมาก็สิจวกมาก็กับ MS ไอ้คุณนี่สิแล้วก็กับ MS 唔是叫 MS 咩叫咩啦掉啦阿咩咩事 MS 嘛阿咩你講 MS 嘛就好似你講 MS 多數係 MS แล้ว 多數係 MS 啫แล้ว冇 start 做鬼做怪啊冇俾人覺中啊咯去 head drip 啊喲注意你 roller 計橋底關แล้ว冇是橋底 minimum 啦橋底就會走出來 Yeah my god 就歹啦แล้ว有只隻看到 Missy 你知唔Missy Nurse伊做大概啲做 regular 上嘅物件咧，伊會真正運動嘅咋。像個 example， 我嘅 father 伊到第3個月、第2個月時，伊是未喘氣啊喂，然後伊後另外屙一個坑嘅，然後伊會放喺個 pipe 入去，然後就是嗰個 oxygen 到喺個 pipe 入去 ，but 伊會生痰嘅，伊會聽到是啊，然後 every morning 伊咪是到 IT 邊 vacuum 嘅。可以解數一談出來。頭一擺出來，然後樣水咯，擺maybe 5 second 嘅時間，然後可能我唔知有估啦。你個 vacuum 成日去做吹氣 vacuum 係你 saliva 你睇到，你 vacuum 咧就倒到對樣，你唔係我只叫接觸，OK。然後當時到下晡嘅時，我聽到講，我老爸一定有聲。OK， 我佢隻頭係擺出來，你自己頭啊！哎呦，你頭係冰嘅咯！啲頭嘅冇人無聊啦，真嘅啦 ，I'm so boring 啊 ，so boring。所以老官廚講有落樓應該是，所以落樓成驚啦，係咪加了我們去嘅了？大驚嘅了，去嘅了。你幾波啦？你就幾波就對啦。幾波咯，It's good experience。特別你 actually 去，你隔離 maybe 你隔離拜咁正常講冇講真正錢嚟講，所以變做你去下邊你是實在上啊。我喺大邊頭邊嘅鐵頭，可能唔是冇啦，實講我有激心嘅上面啦。我是咁啊，對我啲陪我係 mother 呢。我唔是嚟個病啦。對。所以隔了是少量咯，然後等到。1989年4個月時，本是另外是電話嚟，嗰陣時我都好奇怪。你好啦，你個人攞佢隻牛好啦，弄車好啊，攞佢隻牛。而家 in 攞佢隻冇啊，意思有啊。哦，所以一直冇好掉嗬。哦，未冇好掉，一掉一呢。對去，一呢也唔會good。一見對去。所以是慢慢冇去嘅，แล้วfrom 伊個較早去到。所以 paralyze 去啦，然後paralyze 去嘅，對嚇。然後你意思要清嘅，然後意思知人嘅哦嚇，還是唔知人？唔知人咯。伊唔知人嘅，所以成個過晚可能。伊慢慢來。我去拄到伊嘅時頭 ，first day 我拄到伊，我到sermon時，伊會講話過未人個。所以幾那禮拜後，伊就講話，對講伊腳無拉沙。然後個幾那禮拜伊手無拉沙。你都未幫殺未幫做。你都去個伊未食，你未呼吸。未創氣咯，慢慢教目睭冇去啊，嗬。OK。你時時幾個月兩個月你講，特啲個關注。3個月有啦，3個月，我係記是3個月。你講9年是電話係咩意思不啦？因為好自己是我 mother birthday。Oh my god！
OK，我嘛得不到第三班的 GH， 第三班的是，然後到好我 uncle 有起來，然後第八啊，伊就我我 mother 嘅 brother 哦，你估我估，然後伊就坐往去伊 friend 嘅厝，啲俾我講好好食一頓哦，because 你馬上結束對，然後結果就電話來，噔噔噔噔出來電話來個，好少，然後叫我 mother 聽，嗰陣時是3點，我記。Apple， 伊 Apple 3點咯，然後本時 after 吹蠟燭了啦，吹蠟燭了，然後伊人就打電話來，伊講你father冇嘢咯，係咯。哦，哇！然後我感覺我買寫字咯，然後我冇感覺到係咩嘢，就是你買咧？Of course 啦，特別你慢慢改咧，估應該先唔制講。伊 get ready 啊，意思講較掂起隻咯，係咯，係咯。然後嗰陣時冇上對嚟處咯，然後做工地咯，然後做工地本時唔知咧，我感覺到哇，介係家己人來呢。成日幾歲啊？比較高。Form 1咯。OK。有 remove 你要加隻 remove，然後 Form 119歲呢嚇，去了14歲，伊就走14歲咯，應該是咯。然後伊走呢，都是規間厝變㗎啦，個隻嘅一擺嘅 turnover 咯，係看到即是講冇 income 啦嘛，對，你爸是一人攤位持家啦。對，所以我就 start 甲我 mother 就搬去我舊嘅厝咯，這是我 mother 嘅 brothers 啦。OK， 多謝你細細嘅環境啦。然後我兩個 sister 但是就 from 6到 from 6之後嘛，有嚟就去做工呀，去做工有大波朋友啦嘛，對人大了嘛，然後冇順樣入去大我 uncle 嘅厝咯，然後變到我甲我 mother 兩人大多啲環境我都唔家己，我一世人就是大到這個時時格格嘅環境入邊咩？所以但是我就家己腦入邊啲想講 ，OK， 我愛走出來這個國家。我愛走出來這間厝 ，I don't care。哦，你是特別 escape 就對啦。I escape 就對啦。我感覺就講，我 life 太細了，我到這裡時時刻刻喂 ，every day 我放學，我轉厝，我看電視機，我困，就是安尼講樣，every day。然後，好但是無歡喜啦，感覺想無歡喜，食又無夠。然後看我媽的愛做工，車衫車到早起5點開車衫車到暗暝1、2點。喲，每個人嘅發揚你嘛，你係相依為命。相依為命，所以我就是係咪本是醫生嘅？所以我媽都唔捌拍過我嘅，伊唔捌罵過我嘅。所以叮叮叮到 Form 3。Form 3，叮叮叮來了，這小大波出來了，變了，Salmon 變了，曉了。分咗咩嘢冇啦，冇頭一嚟咯，拍拖咯。你是按照對嘅。哎呦！屬實是伊曉我生嘅，唔是我曉伊生嘅啫。OK，這是蝦米來？這是按照目標嘅。哎呀，你知啦，等到人我未講就是我去 secondary school 嘅時boy school 㗎了嘅，嗰陣是大波嘅，青色嘅，冇雜波嘅。แล้ว但是我伊係咩嘅？大波伊係咩嘅？OK， 博繳啦咪講啦。第二個較乖就是念冊啦，同埋啲念冊，同埋去教啲姐破人巴啦。然後我就是徛中央嘅，看大波。你家己一人還是參別人？你冇想講隨著你成個 sister 上面咩？冇呀。對，本是我冇，本是我 solo 嘅。
唔過我去可能拍，唔過我 school 是派囝轉來。OK。哈，派囝轉來，唔過你是可能bully 你啊？哈，有人bully我，有人教我收波頭鐳，波頭鐳，哈，我丟，哈，5 啊，5啊，伊講咩？伊講哦，有啲人看會出來哦。伊講哇，你頭前咪插話聲啦，未啦。伊講你也是都買貨，媽，這是講到住話啦嚇。伊講拖落去袋咧呀，嚇，係你路咯，強姦你，你講你喎，梗好笑啊！真都看出來呢，我都見咯，卡緊啦我，嚇，一時就衰人bully人嚇，嚇，真搞bully人嘅，冇怪 OK 啦，嗰陣時我 result 怪 OK，我頭一班、第二班喺見啦，然後特別你掂啦，你冇去甲人講，冇去 complain，冇甲先生講話咩啦？啊，冇，你都係掂嘅，然後你去見啲乜事啦，係咯，看人啊，特別真奇怪，就是有人到底但係把酒看了路呢，所以你 feeling 都咁覺得哦 ，maybe。伊是阿你做朋友了誒，你都真歡喜啊喂哦，係啦，就慢慢行去打字，拄地幾時幾擺行去一班，看伊隻，嚇你不看你隻喎，啊 ，this is that's how we start 啦。哦，哇，超微本哦，是咧，是啊，特別伊是大個女還是細個女？冇啦，上年嘅，哦，上年，上這方啊，了，就是講。古早人有精彩啦，古棒啦，係咪嘅嘛？佢有 SRP，加嚟去經是 science stream 嗰時 art stream 嘅嘛？對唔對？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冇做朋友先做แล้ว佢拔แล้ว佢好咧，一隻好笑嘅喎，同埋辣椒嘅喎，唔知咩事喎？辣椒係咩事？然後咧我大炸咧椒隻喎，肉咧椒隻。阿等啊，你後尾你สั่ง啊，俾佢咧，你夾你自己啲你叫咩麻雀椒啊，上面播麻雀椒，佢作你椒椒啊，是你看只好笑嘅喎，攞即是作笑噶啦，唔是想講啊作笑，喂，基本係見啊，特別樣子咧，見係是 right， 見係是 right，แล้ว有一粒你椒啊。呀啦，呀就是冇你掠一招，你等啊，你掠一招，掠起來啦，即係冇掠啦，打波等就38嘅物件就識得講啊，對，打波等38做嘅物件就識得講啊，打波又等就是安尼講。你講嘅招是咕咕招嘛，唔是麻雀招啊？冇啊，แล้ว唔過古早人是 Form 3就會使考 motorbike 嘅 license 嘛？對，叫。所以咧，伊是2個月頭嘅嘛。你食咩都要來生肖嘅，你伊就載我啦。我就真歡喜 every morning 啊，讀冊時間載我去等，載我幫我嘅。哇！個白去 tuition。哦，特別你係是成日講，你是冇朋友咧，變咗有朋友是，還是你是本書架一本？啊，哪裡？suka lah. Okay, semua suka ibu na. Tio. Tapi ha sisi bocor pahang ko, ha sisi sangat cam-cam. Oh, jamé. Before SRPAC 都來了誒。了好做冇做。OK， 啲朋友嘅處。OK， 來啊，出數。你我唔識做咩事，真係拍邊拍㗎，啲碰鏡。拍咩都拍緊隻碰鏡佢攞落嚟啊！拍緊隻碰鏡，佢驚碰鏡嗰陣時，我係碰鏡，是嗰陣時伊係碰鏡，是 friend 嘅碰鏡。哦，嚇！แล้ว friend 嘅碰鏡，我係記呢邊夠一個喏咧，3個人個，對。แล้ว即係煩呢嘢事啦，咱就去了，安怎啊多啲夢想。哇！你講個3人到底碰鏡裏面？冇，我個考啲就拍波哦，即係樣我感覺對樣講冇禮貌，嚇，樣頭誇，哦喲，你係做 OnlyFans 啊是？
對啦，你頭看咗，頭看了嗬，แล้ว after that。OK，我去去做了啦，แล้ว冇出去啦，แล้ว安怎講樣頭樣冇講係咩咯？啊，樣冇講咩，but 為樣對咗等嘅事，安怎講樣攰了等得啦，在嘅了。Yes，咁assume嘅啦，攰了方是我是人呀咩？係這班冇可能啦，對冇？呢度講白都講梗係是我呢，但係有冇講盡量為難我啦，有冇係咪講啦？講你啱，冇講冇對，冇講華語人講啦，心入邊就是爽嘅啦，好爽啦，了冇一路行咯，行到 SRB 了，哇！一去三 stream， 我嘅成績本去對掉一去三 stream， 又好，然後form 4 form 5，我想行去無數，加了行到正 steady 正水，但我做幾年，我去做幾年，反正冇講。即幾年，即3年啊，時候兩年3年啊，就係。對咯，但係在去又等咧。對咯，到form 5了，我就講我去 KL 讀碩士，因為我未使為着路，我放棄我嘅 career，我想法。因為我早有講過講，我都係離開這邊，所以我就由我 piggy bank 做破了。而家只呢成做嘢呢，而家你 piggy bank 石頭卡呢？對，我是幾安？OK，幾安，我是幾安，即係灰嘅幾安嚇。幾安啊，嚇！แล้ว做破了แล้ว我燒แล้ว，我咁啊，該節錄呢。แล้ว我咁就講，我尋 friend 等海去 KL，OK， 我就講 OK， 我咪都試過學話把寫錄過，甚至係แล้ว我就知道去到 KL แล้ว我就去發現代了啦。你講是叫 direct 嘅，我想問去 KL 睇，冇啦，你 FIT 啦。我講你前面fucking toilet 嘛，有係咩有啊 ？FIT 有咧，真嘅，我去嗰邊嗰時 another FIT 是叫咩 actually 啊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即係講讀 mechanical 咁嘅啦。特別你安怎接你學等你成績怪好啦，這咪講啦，幾成績唔嘅，咪講係使哦。係咪數？這是冇好嘅物件。你 SPM 等陣你放5一倍。SPM 嚇 ，SPM 貴，然後 SPM 貴就是好多時就為咗拍拖啦嘛。然後估計大家知就是有想伊講，佢點啊濟喎？即是阿未去 FIT 嘅。阿未去嘅，伊個個 because 伊是就講啊persatuan uniform 嘛，好，一時參加咩？我我是 scout 賽嘛，咧一是 RC 嘛，所以 RC 呢邊嘅大波嘅啦，RC 係咩嚟？RC 係咩 ？Recurso 啊，係咩？硬雜字啊？做兵嘅，唔是啦，叫人嘅啦。成個 Saint Johnson 咧，成個咧 Red Cross 叫 RC 嚇，對，硬雜字 OK，我話聽到了，我呢個佢隻人導呀，但係你硬雜字。對啦，我心字啊冇 balance 咗。你佢愛去頭殼別人啊？我估計就咪去 M 嘅，咪去 Sam， 對咯，嚇，這個是真驚人嘅啦。你是去看，你是看這個是講，你是見過伊去削掉別個好看，唔是？我實講你是實在自己去頭看，咪去哎呀，我嚟聽看你頭咪就飲別個。冇誒，因為我食錯。我食錯咧，我行到迄個，因為因家己一個 building 嘅嘛，所以我就是看到我出現喺邊啊，人都會叫咧咯，就叫佢大波名，人就講你係硬來了。哇！係佢有登曬啊啦，你係冇插埋伊？冇咪插。然後講到啲去 KL 咧，我冇家己。
我有影是想我愛走出去食，然後我就甲迄大伯講，我冇辦法，我愛走出去。這是 before call SPM 係咪？After call SPM。After call SPM。OK。我甲伊講，我 make 啲 decisions，講我有影我想愛走，毋過伊去找 local 嘅工廠嘛。工廠做工程，然後因為單成績嘛。對。然後冇法咯。即係單 SPM 嘅成績啦，然後所以做工出嚟。然後我按照講嘅你 OK， 古早啦 SPM before 咱嘅 certificate 出嚟，伊有 print 了 slips 啊，你會唔知？會記哦。然後係你 slips 會使做人字啦 ，as long as 有一個 stamp by 你嘅校長啦，但是你嘅 rule discipline。都沙了嘛？意思 before 一隻係試招嘅時，要隻 in 出嚟抓哦。Yes。哦，就是這抓叫的話。哦。嗰陣時啦，我 repeat paper。Oh my god！你講數。repeat paper 啦 ，photostat 佢拿到 ，OK， 好了，冇夠粒誒，唔會變到7、8粒出來嘅啦。喲，但我想講你有幾粒，然後你變咗幾粒，講啫。我冇啦，我變辣嚟誒，變咗嚟變咗嚟誒30，我真正咧。真正誒冇啦，真正誒攞你呢啦。哇，你3倍啊你，所以做卡超。呀，做卡超接，對，卡坦接有。唔貴 BM Field 你都是係咪啊嘛？BM Field 特別啊，冇 full set 呀。咩啊？是B，你特別 B F9 是 fail。呀啦 ，SBM F9 呢度。冇 credit 呢度 credit 特別 C6 嘅 at least CP7 特別啊嚇。對，嗰度是馬蒂啊嘛。嚇。然後冇 full set 的 receipt 啲 paper 誒。I do 攞嚟 receipt SPM。我記我冇做，係啦，我記我冇做，所以唔過我係 express 我係走了，所以我就係去嘅。唔是我是人嘅啊，所以到 cockroach 啊，我教人嘅嘅話，咩？你個教人嘅啊，白人。係啦，我教人嘅，咁啦，我哋咁少啊，之後我成個月水啦，喲！同機會官啊，你唔好做老官啊，OK？哇！笑啊 ！Oh my god！ 然後聽到好下，兩個人未使對眼做啊，冇啲嘢又冇嚇。定到你只冇成啦，個你叫 paper 對啊。對啦，你叫 paper 嚇，你假咗念啦，見 photostat，啦佢就你叫 paper，做幾多刀啊？應該是。按照佢度等你是簽名，自己做嘅。我自己本身不是 prefect。你接出 license， 你有 access 到啲 office 嘅 job 嘅。對，我有 access， 我去個 headmaster 位，我就看，古早人嘅 stamp 是調到一個 this 位都會記啊，不像嘅，你只謝你啊，你唔覺得一個嘛？佢都冇時間啦，超就咩嘛 ？OK， 唔要緊，殺你嚟執，看住你事情啊 ！OK， 這裡事啊執了 ，OK。後邊呢，有字呢冇好就是係咩？唔過伊 signature 伊號較真簡單嘅。When sign 這個 slip 嘅時，因為我看過我 senior 嘅 slip。然後我就講，原來是一個拍格呢，一個 cross 呢。所以就對嘅啦。然後我冇自己 stand 嘛，自己去做這 cross 咯。你做幾點啊？到你自己個產朋友，做一刀啥都跟你做，還是半區幾拿刀做？半幾拿刀？大擺是 Friday 時做。冇人事啊！冇人知㗎啦 ，Granny 㗎啦冇掂嘛 ，Granny 㗎啦出奇嘛。Oh my god！ sorry 啊，㗎啦嚇，聽講啊，你冇一做就冇好嘅嘢。唔要緊，其實講講，然後
了你做了個嘢時，所以你做你個嘢，你趁接你 FID，特別冇等 result 出嚟時間係咪咩冇啊？冇隻啊！要講because 嗰陣時是 compete 加一間，怡保有一間，我會記怡保有一間，KL 有一間，所以你知我冇自己怡保嘅事，然後我顧到嗰邊啊，我顧到嗰邊，我冇我白 sorry，然後我到去 KL 咯，去 KL แล้ว河類แล้วมี嘅การสับมีแล้วแล้วอีก講哦，我講這個嘢啊。佢搭你招無上嘅嘛，然後我講你就聽我啦，佢你愛笑我嘛 ，intake 嘅時間嘛，然後佢我講OK 咯 ，accept 咯 ，accept 到興迄個費700幾塊我會記，你用你嘅咧，家己收咧，對，然後家己 pocket money 㗎啦，收起來可以啦，然後歡喜了，然後我未記講，我個愛追厝嘅喎。你直頭開嘅了啊哈！我無聊，真係我無聊。然後我咪轉來咯，然後我就甲我媽哋講，我報名了，我去叫讀冊。然後有淡薄無歡喜啦，兩人就是小妹啦。然後我冇 explain 互伊聽咯，我講等我3年，等我媽等我3年，你互我3年。古早咱咁白對講，咱嘅到一個 diploma。都是校練嘅嘛，對，你做工嘅嘢嘛，對嚇。然後我甲伊講，我唔是去做 hotel 嘅工，為嗰陣時咱嘅 trend 就是 hotel 嘛。對，第一紅加 TK 嗰時種嘅啊。對，我知阮你寫我一年，所以我知。對，了做這冊咩讀這道。我媽都冇感覺到歡喜嘅，又冇我感覺到我係 feel 到講，我可能脫離就冇興嘅，佢哋拍了，我係去做錯工，我係你個幾 feel 到啊？你個幾 feel 到啊？冇，我媽都講，我媽都嚇，就 OK 咯，去，哇！我想講我又厲害哦，又 pro 啊，去開俾第3日自博誒 homesick 啊！我同你講我考啊！你都冇去讀都讀得咯啊！我啦，after that 有啦，就是我媽都 approve 咧，我冇。你媽學你諗唔累學我唔知幾個月啊，安尼款咯。OK，แล้ว有咯冇 start 咯，去邊讀冊咯，แล้ว有淡薄小考啦，感覺到只可憐咯，佢邊只冇教，係咪叫臨執冇路嘅事，月尾嘅事，春落學件3學件。你食飯都係食8錢嘅飯，很貴咯，貴頭一年，哇，第2年，我在唱歌了，流星花園了，流星花園嘅歌了，流星花園係咩？F4 嘅歌啦，喲，係咩歌？咪雕啊，嚇，唔貴歡喜啊，我打波嚟啊嘛。你桃花開啊！你桃花我桃花佢就係佢啊嚇。有特別你可能是你接落來啲讀即係學研係咩物件水處係咩物件？是你嘛 support 你條當然。叫我第2 semester 我嘛都出嚟咯。OK。แล้ว第2年嘅時咯，就是桃花佢就係開到點樣咯。แล้ว咁佢哋講是我嘅世界了，我有也到一個 status 了，就是講我們同居了。OK，係幾歲啊？是19歲啊？19歲啊？19歲了。你就捌掉你這本是讀冊是捌掉嘅？冇啦，我是伊咯，我是佢咯。伊來吹路。OK，哇！我諗你估一個人。我驚7年。Oh my god！ 哇！你咪學一隻名，一隻花名咩名？強幹。冇一名後尾冇一個幹呢。Oh yeah！ Yes！ 冇 OK 咯。第2年我哋爸媽啦，冇是接伊嘅頭1年嘅 first year 咯。所以講讀上啊，讀上學堂。讀上啊，當一般是接觸到，特別伊是接 electronic，
OK， 接 electronic， 所以我是無上，我是 mechanical。OK 嚇，睇下你metal 按怎做啦 ，material 物件解了啦。然後唔過我等本是上，解了是查某嘅，就奇怪，查某幾若見打機得嘅。較少，maybe because of the technology 係查某冇咪興睇。是，人都奇怪，哇 man 㗎啦，所紅機㗎啦。真正爽嘅，我看到哇，這個真正緣投，哇，這皮膚白白，哇，這都是有類人嘅驚，有人話 Honda Civic 來讀車啦，哇，笑笑啊，恁爸嗰都驚咯個啊，然後 OK 啦，本好怪事，本是就為你心情去單調講，有影是伊會起來有這個複雜，然後有影伊起來了，然後感覺到講 OK。我去做 part time， 我去杭州啦，去 Federal Hotel 做 waiter 啦，去 computer shop 做工啦，然後就是為咗去香港咯，就是講你趁你起意就是講水處免累啦，所以兩人I see， 你佢自己水處，所以可能兩人就在去度啊，แล้ว你拍搖入面，唔過我同居嘛，OK， 兩就在大啦是，對，然後冇感覺真正歡喜咯，然後冇，好當時我變到無心讀冊戲啦，我估計那大隻就是有意念啦，有意我去攤對，可以去買雜菜飯雞嘅這菜，對，有呢時嚟看你，呢時看你過，然後。almost 我 give up 了，我無愛讀書，我 diploma 然後我就是為偏去做工咯，但係去做工為咗又買去賺為咗這幾廿百塊呢啫。如果嗰陣時愛情啊，就是係可能攞見那驚嚇，如果有陣時買好愛情就冚掉車名去咁嚟講，對。然後到20歲，20歲我畢業啦。嗰陣時是我感覺到講，我朋友80歲，對我朋友一個朋友80歲。แล้ว8歲嘅朋友啊，8歲上college，แล้วอีตุ้ย係 Christmas ว่าอี Christmas，แล้ว Christmas Eve 時我係香港啲困了個，然後我儲電話我記。食大門食爽食唔嘢，過去買過去咪 subscribe， 誒 Telecom Malaysia 嘅條線咯，我同你講，哇，賺下個支電話線200塊啊！誒，係是水嘅喎，你一考水唔知幾百。啊，我就是咯，แล้ว睇到叮叮，แล้ว是我朋友嘛得，伊打電話來，伊講這個 Christmas Eve 誒咩，看到一隻車去弄。人變成住喺些球場，啲大三尾迄邊車隊攞過，咧日本斷掉冇去了。แล้ว我啦冇 ，OK แล้ว馬上斷去咗咯。馬上斷過 Christmas 嘛，แล้ว馬上冇斷去解釋咩？白嘅，我人攞嚟及，我人解強กันไป白日本嘅，一去到แล้ว冇字咩，แล้ว伊有一個小妹。比較有一個小弟，然後無人會曉嘛，所以就係等我兩人做了咯。後數，然後結果這個強姦哦，因在咪慌伊縮掉伊小妹喎。After 7 years 然後after 這 funeral，我人到過了1個月後了，我到對嚟了4 semester 開始了嘛，แล้วหมอ對他切，แล้ว我都感覺到，按照我電話多隻貴。直接拍電話，啲煲電話做 ，KL Penang 嘅 ，my goodness，真係要貴咗。แล้ว我看伊個表，按照上隻 number 咧，隻 number 是住嘅咧，แล้ว冇 call 佢到。我冇講，我是真是住嘅厝。你講，哎呦，是伊嘅啦，我朋友80歲嘛得啦。伊就講，是伊啊，咩啦，會知啦，會知幾件事了。我講，
伊講聽簡單嘛，打電話來隨伊小嘛，講伊名啦。我是啊，我未怪人咁你話。我就是我就成 set 了咯。所以你知啊，你知啊，咪數啦。我知啦，然後有解冰毒頂啊啦。然後我未接受是係咩件咗？陣間陣伊識到路咗，我咁問事啊，我唔要緊啊。路變到對跌嘅咗，所以我這個7年是係咩數咧？特別伊是 maybe 是 buy 咧，接落來冇是有每個真地啲啊！伊講我就是冇當我是啊。我是實在個路過呢。意思個你講嗰隻7年嘅啦是冇辦行嘅。so 等把 music 啊喂。苦心戀，我那是講未出去啦，講真好但是就是隨便掉 lost， 我幾條 line lost 㗎了去，我唔知我做下咩物件，然後我本隨過得多啦，我本你被注殺。太黏噶咯，你死是講，唔是，你要未死哦，你要明白到假喎，假你那定流晒。哎呦 ，so 伊阿妹一句話，伊講你買出我出，就是講出你旁邊，伊愛 move out 啦。然後好但是我你是未曉做，我講我出你多。出水我教我甲你行，所以你本命呢burden，你自己嘅些，是，我真啊，唔知啦，我唔要講啦，我再講我解釋就掉，下人聽就也記晒電話誒。南西講 really 強幹是打波。sorry 啦，你愛整成你嗰啲嘛？所以你就係講 ，OK， 你出去混，特別老掉大。我個包路個 ，even why motorbike, why transportation, the only why。你做咩想咁做咧？我小意咯。OK，我係意咯。特別你就係講是，伊字未對嚟啦，你有希望講未必佢變。我無能為力。我就係講我冇去辣了，我做係咪嘅半好，我企隔伊嘅厝半好，日本未啊，是日本未啊，佢你 feel 到係你即係零啊，signal 冇去了，所以有 happening 半好，伊是 entertain 我呢。OK， 所以根本是。你哋拖到那邊冇拖到錢了誒，坑咧，掉坑咧，所以咧我慢慢嚟過咧，嗰陣時我就隨處咯，自己去隨處。其實我就 give up 㗎啦，我尋醫本 give up，尋我 education 我本部愛去讀冊啦誒，我收我係飛起來㗎了，講伊嘅 normal 嘅就是生活，我有我係飛去學伊。然後所以我冇讀冊，我已經即係 semester 冇興趣，我係記嗰陣時。然後我有講佢講我有去 Federal 做工，然後我個 relation 網喺那邊做 computer 嘛。然後我頭家是真好嘅 auntie 嚟，伊是人嘅小三。然後伊大波啲是得讀嚟翻嚟，然後。直接是伊看我講，你無對戲，你覺得是安怎？你是買讀冊啊？你來定做full time咩？伊看我時間等去定做工。伊本是太陽佬啦，伊想有為啊，你唔是講做工人啊，你講工人嘅啦。對，所以伊看我10點開點啊，我9點半啊，我到了咗。然後我就做解咪10點起咗，然後我其實我無當我再講我無當無線嘅，可能都是無線。無線係咪嘅？佢哋冇熟嘅啦，做工困，嚇你。
所以我應該有過了6個月安尼款 for my second year 啦。了我感覺就講，無法啦，就是我的 destiny 可能咯，伊走去了，了伊走了一半一個真好笑喎。我唔知是係咪人咯，有陣是強緊啊嚇。伊個會走來，我就找我咗。嚇，除咗做咩？嚇，做係你咯。哦，個驚房。個驚房哦。了，我未咯，我感覺到我講我未咯，我冇做到。伊就做咧私人邊啊，係會款啊嚇，你看啊嚇。了，真係我真係 confuse 到陣時成。然後當我有自己，我頭家叔就甲我講，伊講伊本問我一樣物件啦，講 OK，你有讀還是無讀？either you complete 還是無 complete，你無可能咧讀這邊嘅。你會講是有影未國路嘛？未無趁路用嘛？所以你對邊人來做咩？伊問我一個物件咧，我都頂想，我講我做到對 computer 咯。伊家己未 computer，甲我講無出色。做 computer 無出色啊！伊可能想講無咪野心啊，你看咧不每你做咪啲，你看都咪讀出嚟講。哎呀，所以有一時你叫名啦，喏，成個梅車都係很正。伊梅車話 not only that，伊有每個話講，你有想愛出國。我講我班我累，時間不記得。OK，first 我唔會講我做咩，我去睇咩物件車。咧伊唔過伊是伊 husband 是華南嘛，แล้ว伊都好伊到 aviation line 有朋友嘅。OK，แล้ว伊就問我講，你有背記啦，套路過啊？啲即係 aviation 那邊有做工喎。แล้ว我講，我就噔。我愛做 front desk， 我愛做 cabin staff， 我愛做 cabin crew。個人你乜笑佢？哇！我頭家要起航都知喎。你講我阿達是crew，I mean waitress 啦。我成個人去洗toilet。你check in 錯，你冇事可能咩？一講咧，我哋聽 spoil， 我 dream 破去，做 cabin crew dream 破去，然後喺度講，伊講你有想過講你愛出國無咯？又肯講咯。我係講其實我無累，我 family 冇出嚟講話。然講到尾了，伊就講 OK，若是講我出學路頭一 semester，我出學路one way ticket， 哇，都高，แล้ว我啲想，我該做第二擺嘅 SPM result 咩？你冇睇佢呢？後點 office 嘅喎？complete。我冇 complete， 我都冇 complete SPM 下掉，你睇下，哎呀，自己就好，想冇好啊！哎呀，個仔卡住個出嚟啊！出嚟啊！變千手觀音出嚟啊！我諗係有一個 lecturer， 可能伊是一隻假名未記了，然後。但係如果個 still 到啲 register 個到啲 technically 個到 FID 冇 yes 我雖然我冇 attendance 了，去新嘅班 name list 裏邊冇話了 ，because 我就係咪就 set off 啦嘛，冇啦嘛，แล้ว我個有 uniform， uniform 嘅你又等 ，OK， 所以你找對佢啦，有 uniform 嘅就快過嚇。所以你其實嘅情緣方都佢接啊等個無人會嘅啦呐，是講你無去生無辦嘅啦，無實在無價錢。對，然後你在college 唔是上架，人嘅 secondary school Friday 一樣有 prayer 嘅。
然後我本是想咯，我梗係攞興啊，做下係勤快可能怕。แล้ว唔過我人大擺 exam 了，我過嚟 semester 我按照幾張嘅 receipt，迄個 official receipt 呢，就是我人嘅 exam 嘅 result。哦，對，แล้ว你考未起呢？伊就做你無限嘢啫，伊就做成個 MC 嘅 paper 誒讀掉嘢啫。แล้ว我就再講一間 blur 嘅節目咧，lecturer 咧，伊只暑假伊去本物件幫伊到落位嘅。哦，你再講係讀到是這是 PNC 嘅 private and confidential 物件，伊第一家己收嘅，伊未使 expose 出來互人看。แล้ว我再講伊收到啦。你真啊咯？特別你安怎用下條紙嚟？你都無 SPM 嘅色 ？No，無去執銷誒。你是用你這邊嘅 FID 嘅 result 接。條 diploma result 去了。Oh my god！所以我咪啦，咪逼我講啊！又叫我 appreciate 你咁樣講你terang啦，你夠告訴講啦，所以你一頭 complete diploma 去啦，你看到一頭。對，嚇，是我自己嘅way complete diploma 去。แล้ว你就一種下一個紙都寄去和入去嗰啲 aviation 嚟喎。對，แล้วก็有一條 letter testimonial by 我頭家嫂嘅 husband 咯。哦，哇，有影 help 你喎，你頭家嫂。對，แล้ว伊度。I think 好嗰陣時，我佢呢6000。Oh my god！ 6000 你真係sayang咯，你當應該有計要練到哦。哇，而家真係sayang。特別伊本是可能你查某啦，伊本是學大某拍甲半死嘅。哦，伊本伊家己就離打啦，然後勤苦啦，唔要緊啦，แล้ว好啊了，我有計講，好我 apprentice 過，我頭一份工資，我都係 clear 好路嘅了，上擺我個好路 bonus 個，伊講 man 買，都 OK 咯，我冇 break 之類 promise，我足夠便宜，我足夠便宜，然後我請佢食多頓，我會去便宜，怪後生事啦 ，then 冇去到迄邊去讀冊，去到學校讀冊了。I mean Australia，即是去 Australia，我都唔知。你是講去外國是去 Australia 啊 ？Oh my god！ 我唔知想講去到咯新加坡是到咯。Oh my god！ 冇。誒，睇住啊，毛毛菇，你只夠急嗎？所以我記點話正啊，話能少腳第二條是 OK。第二條是點話正條啊？咱第二條是小咯。第二條是，咱個我會每日就證明嘅。是講讀冊做工你 accident 邊個按照隨條邊個學見，係咪嘅咧？是咱係講你哋自辦事 ，OK 哦。All right，感謝毛毛菇，我真歡喜，我今日隻 idea 真好啊！好像成日講人講，然後你嘅聽到一隻你告訴啊，你啊做啊作啊，然後你嘅告訴我出嚟，好無可以告訴我聽聽。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啦，嗬！這邊暫時要講緊這邊先啊 ，aggregate 誒，唔係 aggregate，快咧，你俾到對嚟收聽邊啲學嘅，就把毛毛菇嘅計。接落去，甲人講無相嘅話題個。咁我這邊先感謝大家，下禮拜再見，拜拜。OK。